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3，诗篇29篇11安尼讲：耶和华要赏赐快乐，予伊的百姓。耶和华要用平安赐福伊的百姓。三角来祈祷，赏赐快乐甲平安予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美好甲良善的上帝，伫你的全能的创造中，你看一切拢是好，你也欢喜将一切好赏赐阮。主啊！伫一切美好的创造中，你阁特别拣选阮做儿女，也赐阮生命的活气，予阮通正最尊贵。主啊！这款的恩何等的大！我要用一心来感谢俄罗你无线。主啊！虽然环境充满试炼，虽然生活充满重担，虽然路途危险充满，虽然苦难无离开阮，总是主啊！愿感谢你，因为你要赏赐快乐予阮。你要用平安赐福予阮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